it！ 现代人愈来愈重视休闲的生活，这几年来，台湾突然间开始咧小露营，吸收芬多精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，同时感受简单佮自在的生活。露营互人这个市侩都真介意，是讲若是伫野外对山林之间的求生知识，你到底佮了解偌济呢？ Work it！ 网络上流传各种野外求生的方法，其中上界特别的，就是感觉喙焦的时阵，身躯边又个无水。这个时阵听讲，只要找到竹泡，甲水一扎落来，就会当随流出水来啉啊，会当保命。这敢真实的 Work it！ 不过若是不幸，身躯边啊无竹泡，无竹篮，规个看起就是敢若一捆烂土的水尔，你千万唔通做梦哦。网络留言讲，只要将垃圾水甲餐巾纸做伙甲下落塑胶袋内底过滤，安尼是流出来的水就会变得真清气，马上就会当止水道。Work it！ 另外，还有一个更较神奇的留言，讲只要将石头加热，然后石头甲食材做伙放落水底，唔免搁再燃火啊，一点火了马上就烧滚滚出炉咯。嘿，野外求生敢真係简单，网络留言到底是保命符，还是你唱毛卡呢？今仔日，咱就要做伙来去一探究竟。Work it！ 阿彪，怎啊？我脚就酸就忝的呢，你这里看，无办法啦，水拢已经啉完了，安怎大的啦。喙焦是无？有啊，哎呀，唔较早讲咧，来，我吹水互你。吹水，吹着啊！吹到啊，伫遮。倒位水啦，哎哟，水吼，着伫遮，这种杂草啊，你是目睭歹去哦，哪有水啦？水伫遮。水倒位，这就是啊！哪有可能啦？哎哟，无你食看卖啊，甲外口的皮吼小甲处理一我下。这我这坏咧，你咧骗人哦？唔相信是无？啥物事啦？好，我食互你看。甲外口的就安尼，适合身体。这就上葡萄的呢。有无？这是有水呢。我冇要啊。有啊。这是有水呢，这厉害呢，阿彪。就是气味阁袂歹。那有啊，食起来涩涩呢。这是什么物件？我感觉 OK 呢，哎，拜托一下，这什么所在荒郊野外，你若是无水吼，吹到这会当救你一命呢。你莫阁嫌这食起来无好食这什么物啦。件啦？这哦，这就叫做涩涩啊。铁鸡卵。嘿嘿，厉害咯！咱那边竟然知影讲通去现册来找答案，真认真。是讲这铁鸡卵伫较大环境之下，敢有可能出来甘水究竟？伫野外找无水的时阵，都会当摕来止水搭。你足厉害的呢，你有影是专家呢你啊。这无啥，我世界行透透，这小可知识我还是有的啦。哇 OK 留言讲什么？竹仔内底有水，你这个专家是安怎想的哈？竹仔内底有水这件代志哦。哎呀，这种问题搁爱看书哦，直接找我就好啊。这位向我献身的，就是野外求生的专家陈泰林大哥。陈大哥自细汉就伫山林大汉，了解山内底大大小小的代志啊。也目睭真来观众朋友应该嘛发现讲，这位陈大哥过去甲伊的旁捌伫咱的节目当中出现过哦。Work it！ 这摆伊对竹仔出水的留言到底有什么看法呢？会当找你是无？陈大哥，竹仔内底有水，敢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真是了，赞啦！你看，这侪竹仔一定足侪水的对无？陈大哥我有够水大啦，你敢袂当替我吹一下水了？会用的，不过不是每一种竹仔拢有水哦，亲像这种贵竹是无水的。啊，倒一种竹仔有水啊？我来带恁去啊！给，有水啊，有水有够水大。 Let me see your shake that thing. Work it！ 水，哦，吹到啊，这是有水的竹啊！哦，这哦，这是什么竹啊哈？这叫做苦竹。啊，这甲拄只个贵竹有啥物无共款啊？哦，因为迄较幼，啊这较粗，啊拄只迄是一支一支的，啊这苦竹的竹啊吼是规丛的。哦，规丛的。对。哦，咱若要炒吼，就要选这种老的竹啊。老的？对，因为伊顶面已经长去啊，无法度光合作用，啊水蓄起来了后，就会留伫竹仔内面。哦，所以这款就会有水，啊不过嘛唔是100%有水哦。几率较悬对吧？对。咁
哦，这支是无水的。 这支有可能啊，伊嘛死去啊！顶头是不是嘛死去啊？对，这支是死去的，也毋过这支下骹还阁是青的，无欠真侪年，所以内面有水的几率比旧的较少。啊，对，所以讲咱一定要找较老的竹啊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这么大棵的果竹，讲毋是大家拢有。无这支啦，这支顶悬拢已经安尼吼。哦，这支是会用的啦，也毋过伊是较新的竹啊。啊！少年那个袂使。哦，找到啊！这有长去的竹啊，有可能有水哦。诶，我做期待，做期待。拜托诶，敢有哦啊？，伊是无水的，这支无水。啊！拄则看到遮吼，遮大片竹啊，想讲足好诶，拢是水，想袂到几愈无管啊！网络留言讲竹仔内底有真侪水，但毋过咱实际甲破过了，发现讲竹仔的种类、时间、甲环境等等因素拢无同，并毋是讲你找到竹仔就一定内底有水。拜托诶，水，敢要当我水？哎，有水摕出来啊！这真贵诶，唔通我捞出来。哦，你的手洗哩哦。内底有水哇！哇！哎，来，水台，水我台，讲水台啦。会使哩哦，边仔就来，快去互擦到哦。强因两位千辛万苦总算找到有水的竹仔，证明讲留言是真实的。水是食物生长一定爱的条件。竹仔内底水是伫竹管壁内底维管束当中。选择成熟的竹仔，是因为竹管壁内底维管束比少年的竹仔较济，水嘛较济。哎，真是会当啉呢，拢无啥竹仔会香味对无？最后有一点仔甜甜的，是迄种甘甜的感觉。有影无影？哎，你要啉无？已经无啊，我啉啥话？拢啉了啊！这个有啊。大哥，哎，搁找一支互我好无？好，安尼咱搁找吼。总算啉到水啊！这个敢有机会？你真搞吹哦！你的目是真好呢。就是摕顶头的迄长去的较有机会啊，对无？啊，有你看。哇，有影咧！哦，赞！安尼歹势，我就无客气啊。你啉看没？哦，滴较贵的啊啦！哦，你赞啊！真正是天降甘霖，你知影无？喙焦的时阵，就算干那一点仔水，啉落去润一粒牙后，就是真爽快的代志。嘿，虽然讲真正看到竹仔内底滴水出来，也毋过若毋是为了生存要找水啉，咱伫野外是无建议讲安尼直接啉啦。到底竹仔生长环境的水质安怎，咱是无法度确定。也毋过竹管内底有水分这个代志，嘿嘿，迄有影是正确的哦。陈大哥，咱要安怎才好啦？找半步，找遐尼济支，真无简单，找到2支有水的，啊，毋过水就啉完啦。好，不要紧，我也阁有一个办法，会当得到竹仔内面的水。都是支？哎，安尼咱就找较少年的竹仔。啊，无啦，你拄则讲毋是爱找老的，啊，找少年安尼甲破开，内底空滴水就无，找少年是要创啥？好，不要紧，我甲伊撮落来吼。我用互恁看。诶，拄下陈大哥咧嫌少年竹仔可能无水，即马竟然讲要内底来提水啦。嘿，不知是咩关，叫咱慢对伊行。伊一个人开始点仔贴茶，然后起火。诶，这个竹仔出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陈大哥，咱起火要创啊？咱起火就是爱甲竹仔内面的水烘出来。啊？这竹仔内底就无水，是要安怎烘出来？哎，不要紧，我做互恁看。烘出来。Work it. 哎，有水啊！真正有水呢！这竹仔内底哪有这么多水啦？切开。滴滴呢？滴。我无要啊。Work it. 等伊的烧气起来的时阵，水就会为竹仔芳滴。有呢？有啊，有水啊！有水啊！真正有水呢！这水敢会烧？冷的呢？啊？安尼接票对无？嘿，对。嘿，有水啊！边啊嘛有呢。我来食。哦，这滴落来啦。哎呦呀，竹仔佫真正烘甲出水呢！看起来就算讲破开无水，野外求生紧急的时阵，为竹仔当中求水，这步真正是有效得着。切开。滴呢？滴。我无要啊。等下。那滴滴呢？啊！
底下内底哪有这么济水啦？哎，因为伊生长的时阵会吸水，就会保存伫咧底下的纤维内面。你内底若无水，就会打气，就死去啊。哦，这敢若是伫听滚水安尼，噗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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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伫咧摸坡对无？对。啊娘喂，伊迄种甘甜足自然呢，我感觉有一种蚵仔的味。就好啉的呢。要毋过拄则咱竹啊藏起来了吼，其实水就随滴落来啊，对无？足紧的呢。天头哥，这就好啉的呢。嗯，这底下的水吼，伫咧本草纲目内面有记录哦。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，竹粒会当治缓温，有涌血清热的作用。就是将少年竹啊破开，将竹叶给下掉，用火来烘，收集香槟滴出来的水，这是古早的中药。咱的祖先啊，是了够巧都对。正是讲竹啊有水了后呢，刷来，咱嘛唔通袂记讲，将垃圾水甲沥做清气的水来啉，这个流言。 Let me see you shake that 哎 thing.，留言内底讲吼，餐巾纸会当沥水，敢是真的？哎，陈大哥，餐巾纸沥水你敢有用过？哦，我唔捌用过啦，但是你会当试验看卖啊。时间开始，我用一张餐巾纸，凹一半，搁一半，所以会有4元哦。我是用2张餐巾纸，是加强版，对凹、搁对凹，拢总有8元。咱就来看这个沥水效果有好无？冇唔对，各位观众朋友看我真足哦。今晚咱咧做的就是网络流传的餐巾纸沥水器。先将餐巾纸对凹，然后再个对凹，好伫塑胶管管水，将底部甲切开，然后颠倒头坑，垃圾水为顶面甲倒落去，听讲安尼是就会当做沥水器咯。完成。好，来卡水啊！卡水，哎，小块来一包有啊，摕咧。哦，来啊！哎，你到底是安怎卡的啦？安怎这溪水就无遮尔垃圾，你哪会卡到遮尔垃圾的水？哎，无啦，咱要测这个餐巾纸到底有过滤的实力无？当然爱用这垃圾的水来甲考验嘛，对无？那是清气的水，那有啥物意思？哎，有道理哦。对无啊，哎，稍等咧，人毋是讲这水遮尔垃圾，放伫遐一段时间，等遐的垃圾米啊停落去，反正这的水就会变清气，咱应该做一个对照组。嘿嘿，有影是课外节目的资深主持人，知影讲对照组真重要。加4元8元的餐巾纸，还佫放伫遐对照组，咱来要看卖到底倒一组沥水效果上好呢？先来看这个对照组，放20分钟啊。想不到这个水看起来也是落落的，对无？落看到这款水吼，我嘛无可能想要啉呢。我嘛袂啉，啊，不过用咱的餐巾纸，哎，足厉害的呢！这是4元的对无？这是8元的，这样你看起来，敢若会使直接啉啊，对无吼？效果佫袂歹呢。对啊。餐巾纸会当沥水，是因为迄是纤维所做的，纸质松松有空芳，会当将垃圾物甲冻掉的，互水分通过。吼，想会到哦，随手有科技的餐巾纸，只要贴真侪盐，就会当简单的做沥水器啊。恭喜咱阿斌甲小婷，轻轻松松就当破解餐巾纸沥水的流言咯。Work it. 陈大哥，这方法袂歹吼。看起来是袂歹。不过我若是去野外吼，我袂炸餐巾纸，我会直接用火炭来过滤水。火炭，哎，足巧的呢，就亲像是外口迄种外线炭沥水法呢。哦。 Let me see you shake that thing. 但大哥真的是野外专家，将茶烧了变做火炭，甲口喙放在塑胶杆仔内底，2、3个手名就做好伊所讲的火炭净水器咯。啊，陈大哥的火炭净水器已经做好啊，内底就放这种细细的火炭对无？哎，对。放入去塑胶管仔内底，然后下骹这个挂装规个空，装过哩啊。对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垃圾水来咯！哇，有够垃圾的啦！好，斟酌甲看，垃圾水经过迄个火炭滴落来水，敢若是比餐巾纸沥过还佫较清呢。只不过过滤的速度敢若较慢一点嘛。陈大哥，你的火炭过滤法，虽然讲这个水沥过了后是真清气真清，不过速度伤慢啊。经过偌久才一点点仔，会水打死啦。哦，这火炭吼是安尼啦。 因为火炭的密度较悬，安尼咱就要用较侪时间，利用暗时咧休困的时阵，来过滤这个水，过长工就会有足清的水会当用啊。哦，原来需要这侪时间哦。无唔对，第一原来是赶紧要啉水，
留言所讲的餐巾纸离水法，敢若是较适用得着。不过话讲倒转来，是安怎用火炭过热垃圾水，效果会更较好呢？ Work it. 火炭净水的原理哦，就是因为茶哦本身有真侪维管束，啊，伫个咱甲茶用高温来甲烧，变成火炭的时阵哦，就会出现真侪空芳，有即个导空性，啊，而且表面积嘛真大。啊，咱要过滤的水哦，伫个经过的时阵，就会当甲内底一寡小分子哦，譬如讲一寡氯，或者是一寡有败害的重金属，甲伊过滤掉，达到净水的效果。啊，当然即个茶的选择吼，有甜的嘛有软的。 啊，做出来这个火炭哦，净水效果当然嘛无共。原来火炭比餐巾纸加一将物质吸附掉的功能，只是伫野外用火炭来净水受了时间啊，无法度救急。嘿，要听讲，还佫有更较紧的方法呢，咱来听专家安怎讲。譬如讲，咱在野外，你若是真正就着急，需要用着水，安尼咱就会当用咱身躯顶的衫，或者是这个面巾，厝咧水顶面来过滤。安尼吼。 咱就会当摕到清气的水啊，暂时会紧急会当啉。我看卖，我做互恁看哦。互你顶看。对，用手放伫咧面巾的顶面，豆豆啊，甲水和起来。哦。来，你看卖啊，这水是毋是非常清啊？哦，恁若真着急啊，这种水暂时会当啉，会当止喙焦。这是要啉吗？哎。 袂歹哦，你要啉看卖无？你都食较脆焦对无？无啦，我即摆无遮尔脆焦。对啊，其实我嘛无遐脆焦，我会当等啊吼。我嘛会当等。对。哎，较水会当等吼，安尼咱就甲水行好滚了。这面巾过滤法是要看情形来运用。好，经过咱验证了后，发现讲餐巾纸确实会当过滤垃圾水，互水看起来较清一点啊。啊，刷落来这野外主席的留言，到底真相又阁是啥货呢？ 阮即马吼要用石头来煮火锅哦。不过请问者，煮火锅来这要创啥？哎哟，咱无炸肉来食火锅，上少爱有菜对无？哦，野菜。无错。也毋过，你甲我都无啥要练野菜对无？所以有陈大哥啊，陈大哥歹势吼，阮对这个食物完全无了解，啊想要食野菜，毋过阁惊学白食会中毒，所以爱请你斗相共啊。哦，袂要紧，我会当介绍野菜，互恁知影。 好啊，什么食物会当食的哈？好，这号做过类的过山鸟，大家叫伊过鸟。哦，对呢。这野菜餐厅拢有咧，而且真好食对无？这若是要焖吼，就要焖这种较油的。不过这过类足侪种呢，食甲拢差不多。啊，过鸟敢有啥物特色哈？哦，过鸟伊一般是对生，较油的时阵有一寡毛，啊伊褪开了后，老后是无啥物毛啊。 伊就变做后生，老的敢会当食？老的哦，就纤维化，就无好食。哦，所以即摆即大拢是过鸟是无？对，咱若要焖吼，就要焖较油。有诶，无问题。哦，加早有专家甲咱带咯，要若无对食物完全无了解，啊变甲小婷，那是去焖有毒的，啊，迄就袂命咯。所以奉劝大家，原来是要尽量唔通家己凊彩焖野菜来食。Work it. 网上还阁有过鸟。 想袂到，这个鬼尖草的叶啊，嘛会当食呢吼。陈大哥，这敢会当食？对，这会当食。这哦，阮细汉的时阵伫咧庄脚，拢焖这种鬼尖草的幼叶啊，这是野菜一种。真好找，世界拢是啊，对吧？这算好找。OK，好，即马时代准备好啊。鼎，你有炸鼎无？毋是要炸？你有炸鼎无？我无炸鼎啊。你来煮。 专家去野外哦，有可能炸鼎啦，当然是去地自然来找材料咯。等大哥将鼎啊抛去了，就凊彩变出一家鼎咯。菜有啊，鼎有啊，石头火锅重点就是石头啊，捡石头。遮济石头应该凊彩捡拢有对无？来，嘿嘿，这两个为了要赶紧咱将烧脱掉的物件，马上认真来开始捡石头。算大讲捡石头嘛有学问呢。陈大哥，石头紧好啊！ 这种石头袂用的，因为这吼有壁开啊，所以内底可能有藏一寡土，用这来煮吼无清气，这袂当用。啊，袂用啊。所以爱找较完整的，然后 size 爱拄好的，所以咱甲这个石头等入去火内底烘，对吧？对。哦，这我知影。哎，来，好，哎，等下，迄石头吼，
一旦会闭开哦，真危险哦。哦，所以讲恁放石头了后，爱离火堆较远的，安尼才安全。坑离去了就爱离开。对。哎呦，想要到我烘石头也有危机啊！不过要做这个石头指挥过实验，我一定要先烘石头，所以专家一定甲咱提醒，石头加热的时阵都要离较远咧，他们无拄好叫向阳逼开石头伤着。那坑在倒位哈？坑中央啊，坑在中央。等咧火堆中央就好啊。但大哥，这石头爱烧偌久哈？安尼烧哦，差不多20分钟，石头就烧啊。咱就会当甲石头摕出来，放在鼎内面。哎呦，真正逼开啊！但大哥果然是神准，伫烘石头20分钟当中，火堆内底一直哔叫啦，而且真少甲看，石头佮真正逼作两边呢，想做安尼呢？简单讲，这就是因为咱所吸到石头是可比接看到的砂岩。砂岩空房内底的水会因为温度加悬，体积变较大，害石头全咧裂开。再过来，是因为砂岩当中的主要矿物低温石英，若是超过573度，当中的石甲氧原子就会产生新的结构方式，变做高温石英。原子重新搁在排列的时阵，石头自然就裂开咯。有够恐怖的啦！你看，这石头哦，迄个对无？哎呦，已经裂开变做这形啊！拄则哦。你看，这个有一片，飞到这来，要做两半对不？啊，你看，哦，你看这啦，哦，你卖懵啦，你我哪有可能这么戆啦，这烧的呢？哎，但大哥，这石头敢会使啊哈？哦，安尼会用的啊！你看，小可红红的哦，安尼温度是有够的。好，安尼就会当放入去鼎内底啊，对不？对。好，甲糊卡卡咧。哦，安尼甲放落去。下落啊。哦。边有哔啵啵。哦，经过实验证明，石头放在火内底只要烧10分钟，就当超过600度啊，有够惊人都对。烧久久的石头会当煮食，是因为石头比热差水差真济，只有水的1/5，比热较细物质，温度较紧升悬。烧石头甲等在水内底，将水甲加温，安尼是菜真紧就当煮熟咯。另外，咱这摆伫溪边捡石头是砂岩。70%到90%都是石英，另外还有淡薄仔黏土、碳酸钙、氧化铁等等，成分比较单纯。在煮食的时阵，嘛较袂容易溶出无好的物质。真正有迄个野菜香味呢吼。哎，看来这石头吼，真正会当甲内底的菜煮熟对无？无错。你看，因称甲安尼，袂输敢若下骹真正有火咧。耶，石头野菜火锅煮好啊！煮好啊！哇！咱真正用小石头成功将火锅煮好啊呢！虽然讲只是几片野菜，也毋过伫保险救命的时阵，这是咱得的好料的啊！今仔日哦，爱感谢这端道啊，哥救咱一命对无？本来咱两个喙头甲强要死啊，即马毋但有水啉，阁有石头火锅通食呢。阁有通食，就赞呢。嘿嘿，这个石头煮火锅是毋是真新鲜呢？伫有限的资源之下，先烘石头，安是就算讲无火。若实在会当煮好食，也可以当变做好食的石头火锅咧哦。你敢会求新留言，因为有专家的带领，咱真正找到竹仔内底的水，破解竹仔有水的留言，搁实验餐巾纸离水的方法，专家使用的火炭过滤法嘛是真实用的哦。最后的石头火锅当然嘛顺利破解啊。也毋过石头的成分无同。加热还是放伫水内底，拢有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请大家唔通凊彩来试哦。Work it.